乃人生至喜。在这就祝师父永结同心。师父，这几日收拾好，搬进昭明宫吧。还是已跟陛下请旨，不日便开拔黄泉关。黄泉关？去黄泉关不是小事，你就这么轻易自己做了主？此事确实应该与师父事先商量，但师父最近公事繁忙，北上时间卡得又紧，事急从权。有非去不可的理由吗？说。是。还是一心效法师父，把一己私欲抛之脑后，对国家尽力，对陛下尽忠。虽然在都中也可以得到锻炼，但终究比不上到北面去。黄泉关是大征的要地，只有到那儿，才能直面胡窟的强敌。也好，去了，对你的前途有很大的裨益。师父若无其他事，还是先告退了。啊，对了，此番一去，怕是吃不了师父与居点一的喜酒了。天下有情者众，能修成正果，确实不易。成亲，乃人生至喜。在这就祝师父永结同心。师父，你说话这么老成，你究竟才大我们几岁啊？小的时候，大几岁都算大，现在渐渐年长了，岁数就没有那么分明了。若不是因为照顾我们，师父也许早就成亲了。我们现在应该都有很多侄儿了。